我是中部西歌王陈随意，中部西是我的职业，唱歌是我的兴趣，分享好料理是我上介意的代志啦。即马就将我的手路菜一路一路捧出来。幸福好厝边，随意好料理。来，今煮啥？你知？嘿，今仔煮啥吼？鱼啊，你搁放一块肉，是要创啥？我用今仔摕这个肥猪肉，嘿是今仔这集要甲大家讲的小撇步内底其中一项。鱼也有小撇嘿，步，咱今仔这只鲈鱼吼，要来做破布子炊鱼，佮有熟悉无？有，啊，你感觉伊安那？搁咸的。啊，你就是下手伤用。我之前毋是甲你教讲物件爱豆豆参无够，这个补。是哦，我感嘿啊觉你粗俗，我拢。你毋是粗俗，你食较咸就是要食西柚子哦，食较清淡的，食较正的事啊，嘿。来，咱先来处理这鱼啊哈。咱一般鱼啊吹起来为什么会臭臭？你知道？嘿啊，臭臭呢。除了你卖了无青，嘿哦，啊，这鱼啊足青的，啊，佮有种哦，咱讲做另外一个青啊足摕，你内底中这粒吼，嘿，中这粒，若有这血角吼，对，一定要吐清气，因为这血角吼，嘿，就是会臭臭，好伊的臭臭味就是为这血来。鱼啊买倒来了，一定要甲水好清气，甲这个血中这个血拢清清气，吹起来自然鱼啊就袂臭臭。哇，嘿，对，就是这花咧作怪，嘿，对，好，来咱摕锁葱啊，甲跟咱长啊，煎落去巴肚内。哇，你加足肥啊呢嘿，安尼吹就无代志啊嘛。系啊，啊你用安那吹？哦，我咧吹吼，拢袂走闪者，我拢这厉害5至10分钟咯，下起来看看，啊拄的，啊若无去放的，绝对吼有色，啊毋过，唔管啦，食起来啦。毋过食起来小可会涩涩。当然啦，涩啊！你著暗时咧困，恁孙仔半暝就去甲你掀阿妈看阿妈有困去无？过5分钟，如果你要甲你掀开，看阿妈有困去无？吵啥？啊，你过2工困个精神会好诶。袂好，吵啥？啊，鱼嘛安尼啊，鱼啊，你是咧吵啥？啊，我就伫内底吹了好好，你就敢若直直甲我看。因为你掀开，温度降落来，佮冚落去，伊一个时间温度才会佮热起来。啊，你掀开冚咧，时间拖长，迄鱼肉免讲嘛涩怪怪。无安尼，我哪知有熟无啦？无啦，我等下佮甲你教，免来吹，要砸偌久的时间。但是我拄则讲到即个猪肉，因为咱鱼啊油脂较少，咱摕一粒肥猪肉吼，落去吹起来，等下吼，你个肥猪肉油吹落流出来吼，渗透了。保护条的鱼肉就袂涩。敢捌看到人吹鱼啊沾猪肉？嘛，连我到这个岁，我吹了慢慢啦。你今年几岁28啊。好。好啊。因为咱吹鱼啊，会今仔流开吼，时间足紧的，所以哦，咱这肉吼切得较幼的，切较油的吼。切较幼的，伊这肥猪肉，啊，咱这开起来这个青色，甲泡泡的咧。对，啊，你对咧，安尼拄好呢。对，好来，安尼这姜吼，那个姜，所以咱吹爱个南瓜姜了。嘿，姜，咱这边等下要切姜丝，所以咱这个边啊在，较歹嘿。嘿边啊了，吼，那个，鸭味的，所以唔免伤水的。嘿，这是先落吹，啊葱啊，咱下底有出落来，反正佮来一撮好。佮要泡下加。无来两支啊，反正，安尼起鱼啊就拢袂错。不过，葱啊，毋是爱用丝的较好嘛？无，迄是等下量外观点。来，过来今仔咱来煮角破布子。你弄安那紧？无紧啊，都规暗起起来，看你要几长时间，要紧啥？来，代志讲哦，啊，佮爱试哦。因为咱咧吹时间足紧的，你无时节吼，是要破吼。啊，你若干那食到这个泡泡子吼，你就安尼甲捏咧，安尼？吼，啊内底是接纸，嘿，甲提起来。提起来。啊，无你啦，你无说你咧食泡泡子吼，食到这粒纸，喙齿，哇，切完。啊，这泡泡子吼，你会当你试看伊咸度，足咸对吧？所以唔通掺伤多。啊，来，咱就是用泡泡子吹，就是要治伊的肝啊。哦，你用泡泡子就唔免个蓝豆油啊？嘿，唔免，安尼蒜头吼，蒜头落去。蒜头啊，迄2粒。足
总菩萨，你都安尼，我蒜头我拢安尼用，你安知？安那样？客气安尼。安尼你个厝面隔壁吵着啦。哦，就安尼气了。较温柔的，较温柔的。来，啊，咱即摆火吼，水滚，像吼，即摆来讲重点，要吹偌久？要吹偌久点？重点。你若规只的，规尾无破开的，差不多是12分至15分钟，上最就是15分钟，袂当佫超过。袂当超过。超过就开始肉会熟。啊嘛，袂使掀。哦，啊，因为我已经有破开，重点哦，我是破做2边，所以10分钟了。真正10分钟了哈，来。哎，10分钟是为水滚哦。水滚开始。清烟开始10分钟哦。你忙冷水落去，你甲开落，或甲开落10分钟，你要了解无熟。无熟。嘿，我讲的时间是为开始清烟开始。嘿，对。哦，咱这水滚了哈。水滚了，哦，你清烟啦，我看到。哦，你清烟了哈，清烟甲扛起来哈。哎，再来这个时间，啊，你吹起来。够出头哦！你捌去餐厅食无？有，我食了有只椒。啊，餐厅原料物件无？有。什么物件？有葱啊。对，啊，葱是阿雄，你用切袂？会。你若切？会啦，我简单。来，我先讲，我看我无啥相信。来，你切看。你讲这吼，这简单啦。唔捌食过猪肉嘛？看猪仔行咯，我拢安尼。哦，这算你的小撇步哦。你看，噔。更好袂焦啦，啊更好，啊个尽量用安尼。这个方式就是咱若无法度讲刀工无法好的吼，是会使安尼啦。但是吼，我吼，你安怎用？我嘛是搁切的啦。你用切的？嘿，来，我先切一哈，这姜丝。哎，安尼传一碗。冷水，好。啥？爱个泡水哦。嘿，为什么要泡水？为什么？哎，啊泡水吼，佮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泡水过吼，伊啲葱啊丝啦、辣椒丝吼，会变甜。会变巧。但是你等去试看卖，真正我讲的泡冰水吼，会变甜会巧，拢是真的。好来哦，哎，10分钟够了，够了，唔通搁吹了。10分钟，那较大只了哦。啊，咱会使，来，哦。好，来。哎呦喂呀！哎，所以葱啊丝甲切了，这只鱼150块，随便500块。哎呀，哇！安尼就好来哦，安尼。袂啦。啊，该袂。免赶，来胡椒，胡一粒啊。过来，有爱用香油落去冲，一定爱一步，啊，所以吼有一个所在爱特别注意哦，就是油足烧的，啊，而且你鼎吼一定爱唔通爱打，切到打唔通有水哦，较袂哔哔啵啵，嘿，哔哔啵啵，嘿，有烧无烧吼，你看伊烧个，若烧个咧清烟，鼎边烧个咧清烟，就差有够，温度爱有够，伊咧味才清会起。哎，没来啊！啊，有哦，咧清烟哦。闪哦。好，来啊！你这个时阵人爱较远的，好，甲淋落去。旁边拢出来啊！加分呢！有想咧办到？有咯。下今仔吼，咱迄个随意好料理，甲大家介绍这破布子炊鱼。紧学起来哦！